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到《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20节，这差不多是圣诞节上界经典的一节圣经节，因为这节的圣经节内底去讲到耶稣伊出世时代背景，伊也讲起是安怎约瑟甲玛利亚要转去到伯利恒，伊也讲起伫耶稣出世的所在，甚至是出世了后。什么人来报佳音？什么人伫迄个中间来做见证？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内底，伊讲起伫迄个时阵该撒阿古士都有出诏，命令天下拢做家教。若是咱台语汉字本所讲的即个家教，其实若用较白话来讲，就是报户口啦。约瑟甲玛利亚要去对报户口，伯利恒报户口，但是因爱行远路去到伯利恒，表示因迄阵住的所在，伊无住伫伯利恒，伊是伯利恒的人，但是伊伫倒？伊伫加利利拿撒勒，所以咱拢会讲耶稣是啥物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伊的户口伫倒？伯利恒，所以伊爱转去迄个所在报户口。但是趣味的是安怎约瑟爱甲玛利亚带咧转去伯利恒报户口？因为伊是白漂者啦。敢听有啥会叫做白漂者？伯利恒伫南部，加利利拿撒勒伫北部，所以伊对南部去到北部食头路。约瑟食啥物头路？做肉的。有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伊做肉的，或是伊是石匠，他可能是木匠或者是石匠。伫迄个圣经内底，伊所用的迄个字眼真模糊，所以伊有可能是木匠还是石匠，但是咱一般翻译拢甲翻做木匠。所以耶稣伊是木匠。伫迄当时，你若是伫地方民间，就是迄款有记忆、有记忆有记忆的人，伊的地位上介悬。所以木匠、石匠，伊的地位上介悬，伊会当去读册。所以耶稣嘛是因为安尼，所以伊去互人称呼做啥物？rabbi。伊捌字，伊会当读圣经，伊会当伫迄个新的国会堂，伊会当伫会堂内底去教示人，然后伊会当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内底去辩论，原因就是因为安尼。但是真趣味的就是，你若搁看咱今仔日圣经所讲到伫第5节迄个所在，若是咱读台语汉字本，伊讲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教。即个聘定的玛利亚，你若看中文现代译本，伊所讲的是订婚。敢有结婚？还袂，因为因的风俗，就是假使新郎甲新娘已经有决议，因要结婚的时，因爱先订婚一冬，然后两边无交往，一直到一冬了后，即个查囡仔才会当正式嫁互即个查甫的。为虾米要安尼？这甲华人有一寡物件嘛真共款，因为基泰伊伫迄个中间，一年订婚的中间，第一个无变心，第二个无生生囝。第一个无变心，第二个爱无生生囝。但是咱知影，玛利亚伫迄个中间，伊就安怎怀孕生耶稣。所以你若是看马太福音，咱嘛会当读到讲，约瑟伫迄个中间想要暗争。想要暗暗的把它休掉，意思就是伊知影玛利亚另外可能有介意的人，所以要放伊自由。但是今仔日伫咱的圣经节内底，咱所读到的，若是讲到这，其实无一定会当互咱的心真欢喜、真讨白。因为约瑟伊是安怎着爱去伯利恒，去伫迄个中间报户口，就是因为伊为着生活，伊出外在外。为
为着生活出外在外，然后伊娶着一个玛利亚，伊还未正式伫迄个中间结婚，但是因耶稣已经出世。有可能对人的角度来看，即件代志毋是一个真好、真水、真圆满，甚至上辛苦的，就是当因到伯利恒的时，因阁无缀人住。所有一切，你会当讲，真正是时不我与，真不得志。所有一切的安排，拢总袂好势。假使咱人生若是行到即种的地步，有可能会互人真伤心。但是特别的就是伫即个所在，伫人所看，毋是真圆满，毋是真好、真水的一桩代志，在上帝看，却是一个互人看做是荣耀，伫上帝目前看做是荣耀甲欢喜的。所以耶稣出世，带伫倒个马槽来。迄个马槽本来只不过是一个动物咧食、咧啉水的所在，总是既然变做主耶稣降生的记号。甚至是伫迄个中间，外口有天使，伫迄个中间，伫遐吟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然后因讲起，伫极悬的为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耶稣的出世，看到亲像伫人的目睭前，毋是一个真圆满的事，总是伊却带着上帝的荣耀。即种的荣耀，毋是咱会当想象。若毋是天使来报佳音，咱无法度去理解。是安怎一个马槽内，一个下暗无缀人住的翁仔某，一个爱出外工作拍拼的人，伫即个中间会诚做上帝所拣选，迄个特别代笔的经。咱真恶直去想象，但是若毋是有各样的人伫野外去听到、去看到，有即种的代志发生来做见证的时，咱也真困难去想象。即种的代志对咱有啥物好消息？亲爱的兄弟，咱今仔日所看到的是啥物？咱今仔日看见一个荣耀的君王，有天使伫迄个中间报佳音，各样的人做见证，马槽做记号。这个物件在人来看，毋是一个真圆满的事，总是这是记载伫圣经内底上帝的应允，因为。一个婴仔要为着咱来出世，这是真济人，尤其是真济痛苦的人，这是真济在期待上帝恩典、期待上帝赦免、期待上帝拯救的人，伫迄个中间在看见上帝啊，你的应允当时要出现。耶稣伫即个中间的出现，伊也互人看见耶稣所带来的，毋是要迎合即个世界。的价值观，毋是只有君王，毋是只有贵族，通成做迄个极荣耀的人。伊要伫迄个中间，搁一摆互人看见，上帝的价值是拍破俗世任何一个阶层。上帝的疼是要临到每一个愿意期待伊应允临到的人的心情，然后上帝的荣耀。要归伫每一个较无的人的身上，互人伫迄个中间心重新得到头发甘肉。我伫今仔日早起有对来看到一个短片，这是我以前牧会教会，然后伫迄个中间有一个小妹妹，我若无记唔对，伊应该是还搁咧读幼稚园，但是伊生得足大汉。伊差小可就甲阮林敏山差不多啊，差小可。阮林敏山国小要毕业啊，迄个还袂读国小的，已经真大汉啦。然后看到伊举一支乌克丽丽，伫遐唱一首歌。今年拄好是我以前牧会教会30周年的纪念。但是我看到即个囡仔，我想到的毋是伊的爸母，我想到的是伊的阿嬷。
伊个阿嬷伫足久以前嫁来到伫高雄，对婚姻嫁去到伫高雄，然后伫迄个中间，伊一直感觉足袂适应。伊讲啊，伊拢嫁来30年啊，伊还袂适应迄个大家庭的生活。因为伊嫁来是嫁来一个大家庭，啊，即、个大家庭每一顿若要食饭是2道到3道，安尼几个人？至少20个到30个。啊，因是兄弟仔拢总住做伙，一块农地足大地，边仔有做田的，也有做工的，所以因非常大口罩。伊讲伊嫁来到迄个大家庭的时，伊足袂习惯，已经30年啊，还袂习惯，因为伊两边的家族想法观念非常无共。然后伊是做伊的先生是家族内底排第2个。因遮个兄弟仔3、4个，拢足疼爸爸妈妈。伫迄个所在，媳妇爱做的工课非常济，尤其是伫大家族内底做农的要阁是济。所以若是要款一顿饭，至少爱20个人、30个人食。伊讲干那洗菜就洗要几点钟尔。然后伫迄个中间，伊家己本身阁是国小的老师。伊是国小的老师，一方面是好，一方面嘛是毋好。一方面好是因为伊爱去上课，所以伊另外有收入。但是另外一个毋好，就是因为伊爱去上课，所以日是无伫的。然后要做工课时，也是要煮饭的时，工课就拢变伊的。所以伊讲，伊干那款一顿饭，至少爱3点钟，啊，佫毋是咧外口款，外收。然后伊生2个祖囝，咱会当想象，伫迄个时代，迄是一个甚物款的情景。所以伫迄个中间，其实伊的心真疼。伊讲，伊的大哥大妈毋是无疼伊，毋是迄个意思。但是伊伫30年的中间，伊感觉伊有真济在忍受，伊真济在忍耐。伊真济伫迄个中间，伊毋是要甲人争啥物权利，但是伫伊的心内有真济，伊感觉伊去互误会的所在。伊感觉伊伫迄个中间，甲大家族的人咧相合做伙时，一直心内袂当透放，因为即比伊的较侪伫感谢伊的，所以伊心内真疼，所以到伫旧年。伊个先生过身的时，我嘛真挂虑，所以今年我有机会转去台湾的时，我全独独去找伊。我本来真烦恼伊，想讲伊伫过去，伊就已经心袂透放，然后先生过身，有真济物件毋知伊心内安怎想。结果无拍算，伊甲我讲，牧师，好佳在我有信用。伊感觉讲，伊伫过去30、40年的中间，伊伫即个家庭内底，伊所受的、所忍耐的，若是靠伊家己，伊无法度会当行到今仔日。但是因为伊有即份信用，伊相信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要看顾伊，要照顾伊。伊相信一个婴仔为着伊来出世，所以伊愿意伫即个中间来吞忍。用吞忍来疼伊的家庭，用感谢来成做伊的信用，用欢喜来成做伊的愿望，然后互伊一直行头前的路。到伫即个孙仔出世的时，即个孙仔真巧，即个孙仔出世的时，迄阵阿公阿嬷非常欢喜，欢喜到啥物程度？会当想象，这阿公吼，做牛做马，互孙仔徛拢袂要紧啊。阿嬷咧，阿嬷吼，搁较含慢，搁较袂晓煮吼，嘛要变一出好食的，要互即个孙仔食。所以会当看见着，伫迄个中间，因为即个孙仔也互即个阿嬷的心内得到安慰。亲爱的兄弟，囡仔的出世，互一个
家庭重新得到圆满。囡仔的出世，互一个家族，互一个民族，甚至互一个国家重新得到圆满。一个婴仔的出世，互每一个愿意听上帝、跟对上帝的人，伫迄个中间，通得到一个新开始的机会，看见上帝的荣耀甲应允实现伫正人的身上。伊感觉好佳哉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才会当陪伴伊伫人生所行的路。当然，今仔日伊已经无阁是媳妇，媳妇已经熬成婆。但是伫迄个中间，咱嘛要阁一摆来问上帝啊，你的应允到底是啥？你降生爱阮去疼人，才是阮对人的疼，阮对人的忍耐，敢有互人看见？今仔日真侪人伫咱生活顶悬所受的检采无完全公平，检采有时咱感觉即个世间无公义。检采，咱认为讲，即个社会还阁是有真侪无够假的，甚至是人甲人的中间有真侪误会。但是今仔日若毋是有一个基督，真做婴仔为着咱来出世，咱即款的心无法度得到安慰，咱的心无法度得到头目。伫网络顶悬有一个赖的文章，底下讲。先道歉的人，不是因为错，而是懂得珍惜；愿意主动多做的人，不是因为傻，而是懂得责任；愿意让利的人，不是因为笨，而是懂得分享；常请朋友吃饭的人，不是因为钱多，而是把友情看得比钱还重要。帮你的人不是欠你什么，而是把你当朋友看。有时检采伫咱生活的中间，咱会感觉有真侪咱拄到的环境，咱拄到的处境无公平。我明明就真看重别人，意爱别人，甚至是愿意为着别人来付出，总是迄款所得到的亲像无对等。我爱他的，他不爱我。我不爱他的，他又爱我，搞到最后变成好像是三角恋。爱他的他不爱我，我不爱他的，他偏偏又爱我。甚至是有时仔伫爸囝的中间，甚至有时仔是囝儿的中间、兄弟的中间，拢有可能因为真侪代志误会，无法度讨白，甚至含讲话沟通都袂对等。但是今仔日，伫即个特别的日子，咱有可能无法度要求上帝讲：上帝啊，你是安那无偷放我，互我所受这一切苦难拢总甲我摕走。但是今仔日要甲咱做伙分享勉励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今仔日咱人生会当坚持咱现在的目标甲方向，是因为上帝伊的应允。通过圣经，通过主耶稣的出世，通过咱伫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的互相提醒甲见证，包括天使所讲的阳光，包括各样的人伫迄个中间所做的见证，然后互咱会当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今仔日的重点在于，你有愿意接受，你有愿意领受。今仔日上帝通过主耶稣。降世做人，临到伫咱的中间，咱愿意将咱受伤的心、忧郁的心、艰苦的心、委屈的心交伫伊的手中，然后对主耶稣讲：主啊，我愿意。当咱心内的想法开始改变，咱的生活才有法度重新得到头目。思想决定你的气质。思想决定咱的成就，思想决定咱的生活方式。今仔日你所领受的，今仔日你心内所想的，会影响咱怎样来看这个世界。今仔日咱内底所存在的，会影响咱
怎样看咱的兄弟姊妹？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透过耶稣，咱一个新的机会断舍离，将咱过去心内艰苦，将咱过去心内委屈，将咱过去心内所有一切咱无法度偷放的，重新放掉。迄款的感觉，就亲像你透过一面镜，你往头前看，总是你看到的是后壁，迄是啥物？你往头前看，总是你看到的是后壁，因为这是汽车的目镜尔，你看到的是你后壁。咱怎样会当伫咱的信仰的内底，伫咱现实的生活内底，会当互咱重新看到咱要往头前跑走的路，咱的方向。亲爱的兄弟，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今日假使咱无法度将咱过去2019年内底，咱心内所有一切，不管是如意不如意、得时不得时，咱将伊放下，摆咧伫上帝面前，然后上帝讲：上帝啊，恳求你通过主耶稣基督，今仔日为着我来出世，互我重新对2020年有新的望甲期待。咱若毋是用即款的心情来看咱年尾甲年初的转变，咱毋知头前要安怎来行。但是当咱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信仰，讲主啊，你为我来出世，互我重新看见我头前新的路。愿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愿上帝透过主耶稣的降生，所带来不只是圣诞的礼物，所带来是咱心内的头发。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咧阮的祈祷。因为当阮透过你所想事主耶稣基督伫阮生命中间来成做阮的救主的时，阮才发现，阮过去所坚持的一切，无法度通过阮的坚持来成做阮的头发。主总是阮恳求你，透过你的降生，为阮带来盼望；透过你要陪阮的重担，互阮的心神得到头发；透过你伫阮的中间来做王做主，互阮重新掠你成做阮人生跑走的方法甲方向。主啊，阮恳求你，求你伫阮的思想、伫阮的信仰顶悬，重新搁一摆来改变阮，互阮来看见你伫阮生命中间，互阮的心神肉体成做改变的开始。主，阮摆咧阮艰苦的心伫你的心内，阮摆咧阮受伤的心，阮摆咧阮伫世间所有一切，阮认为无公平的，阮将阮所拄着的伤害，阮将阮拄着的委屈，就是阮想要努力打拼，总是阮无法度达到的。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安慰阮，阮恳求你投放阮，阮恳求你无用阮家己的坚持做坚持，总是掠上帝的旨意做旨意。主，阮恳求你，互阮伫阮所行的路顶悬，阮知影，阮对对来，要对来行去。主啊，求你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正人的家庭，阮真侪人的囝儿孙仔，伫因的工作、学校、读册，或是伫因所打拼、跑走的方向，主，互阮搁一摆来掠着你所想事阮的目标。互阮毋是为着阮家己来跑走，总是阮是为着你来跑走。愿你透过即个特别的日，使阮赦免，使阮你的荣耀，使阮稳定，平静阮的心，互阮备办好要跑走后一个新的年度。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